過預期咧，會達到為咗發明嘅快路同儲蓄工具，作出66.1美元嘅減息，令到市場上面眼鏡。截至10月底，全年輸入賺58億美元，折合大概454億港元，係市場預期嘅下限，增長2%，較上市週普遍預期增長1.6%至7.9%。期內貸款減值屬地達到264億美元，較同8月增加15億美元，同市場預期相若。但舊年嘅就業數據只能有98億美元，遠差過市場預期賺超過100億美元。行政部長表明話，對未來有機會上升，對特別業務有利。The last month, the US Fed reminded us that rates can only go one way, and that's up. And that's still greater GDP with 77% inflation. 對政府派息只係有10美仙，即係話每條有1.48股匯控，對4個只有會收到大概300億2蚊股息，全年計就收到1060蚊股息，同08年同期相比，每股多少咗近1蚊。集團預期今年首3次派息係每